你冇聽錯，喺我哋珠海3萬蚊首期，月供3000零蚊，攞低呢啲咁靚嘅一半湖景、一半公園景嘅正莊嚴樓下。喺小區有樓巴直達到我香港太子荃灣，15分鐘去到香港入口港珠澳大橋。嚟，我哋上示範單位睇下先。上到嚟示範單位，再感受下呢啲精裝4房，南北通2個陽台，每間房同埋每個陽台都係睇到我哋嘅湖景、公園景、小區景、東南亞嘅園林。嗱，廚房嗰啲4件套啊，全部送晒嘅，空調冷氣都有噶啦，家私家電同埋定製啲櫃都送晒俾你。3萬蚊去邊度揾？3000蚊月供咋？嗱，周邊有我哋嘅華發商都啦、萬達啦、招商花園城啲大型購物中心、三甲醫院之類應有嘅淨有噶啦。嗱，你喺度租個房咧都要3000蚊、4000蚊，呢度直情係3萬蚊首期，3000蚊月供。嗱，主人房夠唔夠闊落？舒唔舒服？依家僅需要3萬蚊，供晒所有嘢，拎包入住，月供3000零蚊，配套又成熟，一半公園一半景，喜歡嘅朋友下方3至6我。